即暝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8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，罗马书11章13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接纳。约瑟坚持伊的阿兄转去到故乡了后，就爱带伊上细汉的小弟来埃及。若无，因就毋免阁来买牛啊！吼，约瑟少年伊的小弟便雅悯说是真实的，但是因袂当阁来买牛，只是一个手段啦吼。当圣经记载便雅悯到伫埃及了后，约瑟阁用手段将便雅悯要甲留落来，要来试看伊阿兄是毋是有改变啦吼。这个时阵，犹大就安尼站出来，为着要保护便雅悯，并且愿意代替便雅悯成做人质留伫埃及。只是无茫阁互因的老爸雅各，搁再失去一个上爱的囝。当这时所有的阿兄，就是袂当接受约瑟伊讲的预言甲。雅各对伊的听信，就安尼，因为安尼来嫉妒就来预备要来谋害约瑟啦吼。后来是因为老大罗本来站出来反对，嘛后来阁因为犹大的建议袂互以实玛利人，因为因拢主张袂当杀害约瑟。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，记载着约瑟接待伊的阿兄，并且想要甲便雅悯留落来。犹大搁一届来站出来，来保护小弟的代志。经文较长，请兄姐家己来研读啦吼。伫这个失去约瑟的代志了后，伊的阿兄好若亲像有所改变，嘛接纳着老爸对上细汉的便雅悯的听信啦吼。犹太人用迄个大囝的身份以及选民的身份，掠做家己是唯一会当得救的，并无要接受着外邦人。但是事实上，外邦福音是上帝定义的旨意。保罗在写批予罗马教会的信徒，提到着外邦福音以及伊外邦使徒的呼召。保罗嘛劝勉提醒外邦基督徒，着爱看重犹太人会通得救的代志，因为上帝疼以色列人，嘛疼外邦人。上帝互外邦人得到福音得救，这个救恩嘛是要赏赐互犹太人的。罗马书11章13节到29节，保罗劝勉外邦人，着爱甲犹太人彼此来接纳，因为无论什么款的人，拢会通得到上帝的接纳，甲上帝和好，来领受着上帝的救恩。罗马书安尼写。现在我对恁外邦人讲，既然我是外邦的使徒，我看我的这份做荣光，安尼通激起我的同胞的怨妒，来救因中间一个人。以色列同胞受气杀，那会互世间人甲上帝搁和好，因搁受接纳，兼毋是亲像人对死搁活。头一块面丸若性别归乎上帝，规算嘛拢会安尼。树根若性别归乎上帝，枝嘛会安尼。人甲橄榄树枝剪起来，佮将这会野生的橄榄树来接落去，来接受同款长树根的营养分，恁就毋通对剪起来的树枝夸口。恁若要夸口，就知毋是根在挖靠恁，是恁在挖靠根。恁兼通讲，这个树枝剪起来拢是要甲我接落去，对。
因毋信才受整起来。你对信才会调。你毋通骄傲，着惊吓，因为上帝若要留原来的手机，嘛无一定会留你。所以着知上帝的慈爱甲严格。对于对落的人，伊真严格。毋过，你若继续歪靠伊的慈爱，伊就用慈爱对待你。若无，你嘛会受震荡，失去伊的慈爱。以色列人若毋是坚持毋信，就会接受倒转去，因为上帝会当搁甲因接倒转去。你若对野生的橄榄枝捡起来的树枝，上帝会当违反自然，甲恁接伫好的橄榄树，遐个原来的树枝，减袂搁较应该接倒转去吗？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影即个奥妙的真理，才袂想讲家己是聪明。即个奥妙就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疑心，到外邦归主的数百满为止，安尼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拯救的会对释安出，伊会除去雅各的无敬虔不义。迄时我会除去因的罪，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。一方面，对福音的观点来看，以色列因为因恁的缘故，诚做上帝的对敌；另外一方面，对竞选的观点来看，因为因祖先的缘故，诚做上帝所疼痛的人。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袂改变。诗篇130篇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暗耳孔听我的恳求，上主啊，你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会牢？总是你的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的心神听候主。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，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求主帮助我们会当学习彼此来接纳，因为无论是甚么款的民族、人种，拢是上帝拯救的对象，是福音拯救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甲上帝有更好的关系，会通接纳所有的人做伙来蒙恩得救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